后来，离这个5日较无半个月，台湾汾酒公司甲中华邮政来推出着纪念酒甲纪念的邮票。那这个纪念酒明仔载开放注文。亚光店穿西装，你有看过这款的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？那这个打扮呢？这个打扮真有文青风，佫出现35个数字，这是5日空总统就职的纪念邮票，去微宽化，佫结合伫设计内面，像这4张邮票，分别是民主就位方向，甲像火开放。找这设计师聂英珍，要告大家有全新的感觉。又在这些图形里面去提到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意念，那也是这次邮票比较大的突破。邮票无同款，纪念酒嘛有新的创意。透过点线记号图形变成麦仔酒的外观，一摆出货10万箱。经典款陈年高粱甲陈年绍兴酒，敢若是英国做的，其中威士忌含量12000罐。为纪念邮票到纪念酒，拢有稳重设计。看到这个小英总统跟这个赖副总统的一个剪影在这个上面，一个推行强调我们的台湾价值。详细看才看得出来，蔡英文、赖清德的剪影，毋那这纪念品，就等5日公迄一天开始开出民主的新汇率。